观赏这一集节目的观众朋友要很仔细哦，因为老师带来的这个杯子蛋糕呢，其实是我个人非常爱的芋头口味，赶快来看看吧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椰香芋头杯子蛋糕。为了健康，就是用椰奶来取代我们杯子蛋糕里面的奶油跟油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们赶快来看呢，今天我们用芋泥来做的这个杯子蛋糕哦，到底有多好吃？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低筋面粉过筛。好，我们做蛋糕的时候呢，相信有经验的观众朋友都会知道哦，一定做蛋糕、做饼干呢，这些所有的粉类呢，一定都要过筛哈。尤其像台湾，我们的湿度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哦，你看都结成粒了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还要过筛2次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，可是因为我们杯子蛋糕，所以就是1次就可以了。嗯哼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香芋粉。哦，香芋粉，让它有芋头的香气，然后也会有芋头的颜色这样。然后你看它的，因为它的组织也比面粉还要粗一点点，所以它是更容易结粒。所以这个香芋粉，如果你要添加的话，是一定也要过筛。然后还有我们的泡打粉也要一起过筛。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说，哎呦，泡打粉是好像对身体不好，但是现在很多的泡打粉，它强调的都是无铝的泡打粉哦。海绵蛋糕要把全蛋加热，蛋比较容易打发哦，比较不容易消泡吗？对，然后比较不会消泡，然后要让我们的糖也都可以融化。所以一定是隔水哦，你不是直接放在直火上面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蛋呢就变成了这个蛋花了，或者是说变成荷包蛋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把糖跟盐都一起加进去，让它在加热的过程中，然后就可以把它都一起溶解，这样子。先把糖跟盐都让它溶解。那大概要加热到几度呢？42度。42度，就是摸起来有点烫手。看过老师的这个食谱，说42度，为什么要42度哦？大概就是人体发烧到不行的时候，就是42度哦。对，因为再继续加热下去，蛋就会熟了。对，那我们要的是就是蛋是温热的状态，然后它可以把糖跟盐巴都溶解，这样子。对，那把蛋加热到我们要的温度之后啊，请记得关火，然后把椰奶也放到我们的里面，让它去保温。对，对。那如果我们等一下椰奶也是温热的状态，那它加到我们的那个面糊里面，它会比较不会消泡。对。所以我们这个要达到所谓的什么干性发泡啊、湿性发泡啊。全蛋的话就是打到我们画有纹路，那纹路画什么八字？对，真的有，就是什么纹路都行，但是那个纹路没有那么快，看不到这样子。对。就是至少要打发到这个程度。所以这个程度其实有可以画出那个吗？没有，不太行，就是因为我的配方有减糖，所以如果它糖的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话，它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说达到我们就 OK。所以因为现在人都怕太甜了，明景老师有在配方里面把这个糖的分量就是减低一点。那少了糖的话呢？我们打发的程度就不像外边这个食谱上面写的说，哇，可以画出一个8字啦，还可以画出高速公路啦，没有这回事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不忌讳糖那么多的话，你可以多加一些糖，那到时候你就会画出像8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就再分2次把我们的粉加进来。可是老师，很多人呢在做蛋糕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做蛋糕如果说怕这个面粉会出筋啊，都会用刮刀。那你这样子的话，用这个电动的搅拌器没有这个问题吗？
不会，不会，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出筋。哦，其实面粉没有这么容易，所以大家不要吓到啊，就是全部都以为说哦，只用手拌用手拌哦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椰奶慢慢加进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杯子哦不要弄满了，因为有泡打粉嘛，这些东西的话，它一定还会再膨胀哦。所以我们大概就弄7分满就好了哦。对，这么小的杯子大概要烤多久时间？这个杯大概烤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么小的杯子也要烤这么久？要，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高。对，它水分含量算是高的。好，那进烤箱前记得要就是重敲一下。哇，好吓人！让它比较大的气泡可以跑出来的。对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千万不要省略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杯子蛋糕呢已经出炉了哈。等它冷却之后，才可以在上面装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用老师呢事先做好的这个已经冷却的这个杯子蛋糕呢，来做最后的这个盛盘哦，就是它整个呈现出来，会让大家很惊讶。因为为什么？你只要稍微学习一下我们的挤花，一个可以卖100块钱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芋泥压软。那压软之后，让它没有。结块不要那么多，那就把我们的椰浆倒进来。对，这不是鲜奶油哦，比较健康的话，现在就吃这个天然的椰浆哈。所以我们的配方就是用椰浆来取代我们的奶油跟牛奶，牛奶对。搅拌拌啊，没关系，老师我可以帮你弄，我最喜欢当帮手了。对，然后弄出来之后呢，就是老师事先这样子，我事先有先装好一些。对，所以观众朋友现在要来看的是啊，老师这个很棒的这个挤花的这个。那我今天用的花嘴，它其实是我们放大版的玫瑰花的花嘴，因为我们芋泥它是有点像水滴状，水滴状，因为我们的芋泥如果它的那个颗粒没有办法到很细致，像鲜奶油或是奶油霜那样子这么细的程度，所以没有办法用很细的花嘴。那我会先把我们水滴状比较厚的地方，面朝向我自己，对，然后我们先挤我们的第一层的花瓣，先把它挤成爱心状，然后这个花瓣大概可以挤到6瓣。爱心状的花瓣，对，这是我们第一圈的花瓣，就是有点像那个水仙花。那第2圈又要让它有点立体感，对，所以我会反过来，就是刚刚我是用这个方向挤，对，是逆时针的方向。那我们现在会顺时针，然后让花嘴跟我们的蛋糕呈60度，然后挤在2瓣的花瓣之间。真的整个就立体起来了。对，所以说你看一个花嘴哦，对啊，光一个花嘴，你一个往上一个往下，它的那个变化就这么大。哎，好可爱哦！老师再做一个，稍微清一下。那如果有清过的话，没有东西、没有障碍物的时候，它挤出来的花瓣会比较好看哦。你看有清过之后，就是不一样，很完整。这颗心就很完整了，不然那个是破碎的心呢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是底部大概是6瓣，6个爱心这样，然后会让它贴着蛋糕，
这样。老师，你在练这个的时候，是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在练习这个？很多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自己去上过这个蛋糕装饰课，我就知道说，你要挤出像老师你说6瓣啊，你说是6瓣，但是我要怎么在这个圆呐，这个大概是直径6公分的圆里面6瓣，你的比例一定要很对啊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就真的是需要不断的练习啊，就像那个英文讲的啊 ，practice makes perfect。你唯有不断的练习呢，熟能生巧哦，你才能够造就出所谓的这个完美。好，那老师刚刚讲了，你看像这朵花，它刚刚因为有把这个花嘴上面的这个稍微就是比较被塞住的部分呢，把它清掉之后呢，它整个那个花是比较顺的。好，那我们挤完我们的花之后，为了让它更有花的样子，那我们花是不是都会有花心？对，那像我会用小糖珠来放在中间，当它的花心。好可爱哦，就会更逼真。对，我在画花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有一个点点嘛，对，那个点点是立体的，对，而且颜色配得很漂亮。老师其实手上也带了一个紫色，可见老师很喜欢紫色。对，我很喜欢紫色。对，我也很喜欢紫色，好像大部分的女生都很喜欢紫色，对不对？听说喜欢紫色的人比较自恋呢，真的吗？那我们2个都是吗？OK， 今天呢，我们非常非常开心啊！谢民警啊，谢老师呢带来呢这个很普通的杯子蛋糕，但是呢，他却可以把这个配方呢改到呢符合现在人呢这种比较养生比较少油，然后少糖的这样子的一个蛋糕。但是你看这个蛋糕有没有让你感觉非常的具有这个吸引力？好，尤其像我对芋头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的，完全没有防御能力。只要任何跟芋头沾上边的我都喜欢。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民警老师，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呢，再请老师呢跟我们分享呢在家就可以做的这个幸福的甜点。我们下次见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